后来又继续来看台东县政府甲各地农会积极咧推广着台东的旺来雪茄，而且这个绩效嘛比永年加进俗哦。过去10台斤的旺来雪茄上贵是1000块，今年600多块就会当买到。 一桶搁一桶的旺来雪茄，即马台东旺来雪茄当着时，毋过受到疫情影响，货柜未赴消毒，互外销的数量来减少。为着减少农民的损失，台东县各地农会和县府拢来推出内销。原来是走外销市场的凤梨世家，可以在这2年的这样期间，经过我们的推销，让国内的民众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品尝到外销品质的凤梨世家。 刀仔一切开，内底的果子肉有够甜，搁真济汁，一加落有够过瘾。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伫面册邀请大家做伙支持台湾的农产品。侯友宜爱大家详细看，因为这内底有优待，唔免惊买贵。过去10台斤的800块到1000块，今年一箱5台斤的旺来雪茄加1块，搁加1箱，总共10台斤只要600多块就会使炸回去。一年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气送礼的部分，希望说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来分享，而且是现在的价格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台斤的旺来雪茄卖到全国，县府邀请大家做伙来食，慢慢让农民辛苦种的成果无菜工。